簡單生活每一天。6.1，遇到困難時要諗，唔緊要，一定會有辦法嘅。從獨自離開家鄉到而家，中村恒子老師克服咗太多嘅困難同考驗，一步步堅持，坦然咁走過嚟。我奧田宏美，長期受到老師嘅教導，喺呢一章，我將由我嘅角度講述自己從老師身上學到嘅嘢。我之所以能夠好似老師一樣成為一名精神科醫生，實際上都係得益於老師俾我提供嘅呢一個機會。同老師初次相遇係喺奈良縣嘅一間精神病院，我至今依舊清晰咁記得，當時老師正坐喺醫務室嘅凳同埋幾個男醫生交談嘅情況。嗰陣時候，我正喺度煩惱緊，我努力想成為一名從事臨終於關懷嘅醫生。嗰陣時候，好少有人從事呢一種工作，但啱啱好趕上咗懷孕，我冇得唔辭職。喺屋企辛苦咁養育孩子，又面臨住家庭問題，作為醫生應該點樣做嘢？點樣生活落去？就係咁，一邊感到沮喪，一邊到精神醫院設立老人保健中心做兼職醫生。有一日，恒子老師突然間問我：奧田醫生，你願唔願意成為精神科醫生啊？我覺得你好適合做精神科醫生。精神科醫生？我得咩？唔緊要，你好適合。如果你係邊湊細路邊做醫生，咁精神科醫生比較好。呢一個崗位可以發揮你嘅生活經驗。我同院長講一聲，俾你過嚟。就係咁，老師同院長打咗招呼，我就轉咗成為精神科醫生。之後我就跟住老師學習，一直追隨佢嘅身影。前面已經提到咗恒子老師嘅故事，佢嘅人生真係波折不斷。喺戰爭同戰後大家都不歡愉嘅年代，佢一個人堅持忍耐，克服咗好多苦難，先成為一名醫生。結婚之後，雖然遇到一系列家庭問題，但忙得連煩惱嘅時間都冇。聽老師講述過往嘅故事，就好似睇電影一樣，喜劇戲劇性，讓人興致勃勃。喺佢嘅鼓舞下，我內心都產生咗勇氣，覺得我嘅煩惱微不足道，我應該更加努力，因為所有嘅問題我都可以解決。同老師交流之後，我第一次產生自己嘅煩惱都冇乜嘢大不了，人生冇乜嘢過唔去嘅坎坷嘅感覺，以及覺得微妙嘅安心。總之，只要活着，人生總有辦法㗎。能夠食飽，能夠瞓好，有一份維持最低限度嘅生活嘅工作，一定冇問題。即使有乜嘢唔順心，都唔好太在意。從老師嘅呢一啲話語入邊，我發現喺生活中偶然同人產生分歧，事情冇按照自己嘅意願進行，以及感覺煩惱、憂慮嘅時候，呢一啲時間係幾咁浪費，幾咁可惜。或者正係由於我哋生活喺如今呢一個時代，先至執着於冇煩惱嘅事情，諗得太多，反而放大咗自己嘅不安同恐懼。而家每當我處於人生困惑感到悲觀嘅時候，就會同自己講唔緊要，一切都會過去，然後就會不可思議咁產生一股莫名嘅勇氣，等自己可以繼續努力。只要活着，人生總會有辦法，能夠食飽，能夠瞓好，有一份維持最低限度嘅生活嘅工作，一定冇問題。6.2
他人有他人嘅人生，自己有自己嘅人生，界限分明，衝突、壓力就會減少。恒子老師係一個慾望好低嘅人，佢總係穿着得體嘅衣服，從來冇拎過昂貴嘅手袋，佩戴過奢華嘅飾品。佢既唔追求美食，都冇購物嘅慾望。除咗對金錢物質冇慾望，喺佢近70年嘅工作生涯入邊，都唔曾追求過啲乜嘢名譽同地位。每日努力咁生活，拼命咁做好眼前嘅工作。至於出人頭地、享受奢侈嘅人生之類嘅，完全冇時間考慮。佢咁樣自嘲咁回顧自己嘅人生。老師幾乎唔追求基本生活以外嘅任何嘢，每日要更快樂、更充實，要過上更舒適嘅生活，要進一步提升職業技能，更加積極活躍。現代社會嘅主觀諗法完全受到歐美資本主義價值觀嘅影響，我哋喺無意中被呢一啲更加要點樣嘅價值觀所煽動。當我哋想要更加點樣嘅時候，就會產生對生活嘅不滿，覺得咁樣落去得咩？因此就陷入咗不安之中。譬如自己同同事相比，同朋友相比，同其他人相比，發現自己仲未有嘅嘢，就會覺得自己係唔得㗎，因此產生咗自我厭惡、深深憂鬱，或者由於某一啲原因，自己總係唔順，於是就開始埋怨他人，焦慮氣憤。咁樣嘅話，對而家人際關係或者工作嘅不滿就會增加，壓力都會不斷累積，總係陷入呢一種咁樣嘅模式，令自己感覺到痛苦嘅人有好多。當然，咁樣嘅人都包括我自己。不可思議嘅係，恒子老師從唔同人比較。喺單位，當比佢年輕嘅醫生步入咁高嘅職位嘅時候，佢完全唔在意。別人比自己待遇好，比自己活躍，佢都唔會感到不滿。人哋有人哋嘅生活，自己有自己嘅軌跡。呢一種諗法始終貫徹佢嘅人生。喺同一個單位連續工作幾十年，老師從來冇同人哋發生過衝突，亦都冇捲入人際關係嘅麻煩中。佢絕唔係對別人冷淡嘅人，而係人哋需要佢，佢就會幫忙；被拜託嘅話，佢就會幫忙。老師好少邀請人哋去玩，亦基本上唔多管閒事。喺同我嘅長期交往中都係咁。但係如果邊個有煩惱揾佢傾訴，佢絕對會不惜時間認真傾聽。佢會設身處地咁理解對方，俾人帶嚟一種溫暖和愛。正係因為能夠做到咁樣，所以無論係人際關係、工作定係生活，佢總係能夠知足常樂。喺我睇嚟，只要自己同家人能夠得到最低限度嘅生活保障，就好滿意。人到底需要乜嘢？恒子老師嘅經歷話俾我哋知，喺追求嘅過程入邊，一定要分清自己係自己，他人喺度實踐他人嘅生活。我哋唔需要追逐別人嘅腳步。喺追求嘅過程入邊，一定要分清自己係自己，他人喺度實踐他人嘅生活。我哋唔需要追尋別人嘅腳步。6.3，人際關係嘅秘密在於距離感，不可逾越嘅界線一定要保持住。無論喺職場定喺諮詢室入邊，恒子老師都能夠平等咁對待每一個人。如果你問佢有冇乜嘢令到你感到煩厭嘅人，佢會認真咁話俾你知，我對人冇好惡之分，
或者正因為咁，老師同身邊嘅人一直保持住和諧穩定嘅關係，即使喺佢常年嘅工作單位，都冇對佢抱有敵意或者同佢對抗嘅人。我喺約20間公司擔任員工嘅精神科輔導醫師，每日都有人同我講，上司好難相處，無論點樣都冇辦法忍受，或者同某某某同事性格不合，每日見到就深深抵觸。如果對同事產生厭惡或者反感嘅情緒，每日喺公司嘅壓力就會倍增，甚至有人因為咁身體不舒服。越係對別人討厭、反感，呢一啲情緒就越容易喺自己嘅表情同態度上反映出嚟，進而傳遞俾對方。久而久之，你同對方嘅關係會越嚟越緊張，甚至到一觸即發嘅狀態。喺呢一種情況下，哪怕只係一啲啲小事，都好容易激發矛盾。我對人嘅好惡感較強，因此上述職場人嘅痛苦與煎熬，我非常理解。咁恒子老師係點樣做到嘅呢？我帶住呢一個疑問去請教恒子老師，果然有所收穫。佢認為人與人唔能夠行得太近。對於同邊個變得更親密，或者同邊個進一步加深關係，恒子老師並唔積極，亦都唔點樣行動。因此喺現實中，佢唔會過於接近別人。然而，佢都唔係成日都係孤零零一個人喺度。對於仰慕佢、願意接近佢嘅人，佢總係面帶平和咁微笑接納對方，與之快樂咁交談。由於保持一定嘅距離，佢對別人既冇過多嘅執着同期待，亦都冇過度嘅境界。每個人都有好嘅地方，都有不足嘅地方。如果只係關注好嘅方面同對方交往，無論係自己定係對方，都會相處得好愉快。但若果過於接近，就唔能夠避免咁接觸到對方嘅缺點同不足。此外，如果對別人索取太多，而最終未能夠獲得自己想要嘅嘢，難免會產生怒氣或者失望嘅情緒。老師充分了解咗呢一點，因此同邊個都能夠保持絕佳嘅距離。老師雖然就住喺佢嘅大仔屋企隔離，但係就冇特殊嘅情況，佢基本都唔會前去。喺老師睇嚟，結婚之後就將個仔交咗俾兒心抱，孫當然都係由佢哋夫婦去管教。佢將自己嘅生活同長子一家劃清界線，即使作為母親，佢都唔會貿然闖入細路嘅空間。因此，恒子老師同兒心抱之間，從來都冇發生過生活中常見嘅婆媳矛盾。幾十年嚟，恒子老師一直受到同事嘅尊敬，其中嘅原因都喺呢一度。越係對別人討厭、反感，呢一啲情緒就越容易喺自己嘅表情同態度上面反映出嚟，進而傳遞俾對方。6.4 孤獨唔等於寂寞，接受孤獨嘅美妙，生活處處有樂趣。我哋喺上文談到距離嘅問題，咁恒子老師喺人際關係中絕佳嘅距離感係點樣做到嘅呢？喺我睇嚟，咁係因為佢擁有一顆唔懼孤獨嘅心。喺寫呢一本書之前，我同老師傾咗好多，佢反覆表述一個觀念：人嘅一生基本上係一個人生活。佢有2個細路，仲有好幾個孫。自己住嘅地方離仔嘅屋企好近，但係恒子老師成日話一個人孤獨等等。正如佢所言，恒子老師只係每一周同個仔一家共度晚餐，平日裏面唔見面都唔打電話。喺佢睇嚟，
咁樣做係理所當然嘅。對恒子老師嚟講，孤獨係一種自然嘅狀態。同恒子老師嘅交流過程入邊，我發現自己對孤獨嘅理解同老師截然不同。孤獨係壞事，係寂寞，係羞恥嘅，係淒慘。總之喺我嘅頭腦入邊，孤獨只有負面嘅意思。因為老師認識孤獨嘅大前提係人嘅一生基本上係一個人生活，所以佢即使一個人都從未感覺到不安同恐懼。佢認為呢一個就係人生嘅本意。然而，包括我在內，生活喺當下嘅人好多，非常害怕孤獨，厭惡孤獨。因此，為咗唔俾自己感覺孤獨，人會努力同人建立關係，並試圖密不可分。由於唔係出於本意嘅交往，結果只係俾自己增加壓力。喺職場上面拼命咁交朋友，收工都要同其他人搞好關係，無論去到邊度都離唔開社交網絡。由於過於害怕孤獨，就會迎合別人，或者對別人妥協，從而令自己痛苦不已。因為經常同人交往，人際關係中嘅糾葛同不滿就不可避免。所以恒子老師嘅生活方式教識我，孤獨係一件好事。正因為老師建立咗一個人嘅心理立場，所以佢對別人就唔會抱有強烈嘅願望或者期待。別人嘅親疏遠近，佢既唔在意，都唔生氣。恒子老師嘅孤獨係一件好事嘅立場，俾周圍嘅人帶嚟咗自由同歡樂，羨慕佢嘅人越嚟越多。因此，若想喺人際關係變好，就更加應該珍惜一個人嘅時光，或者呢一個先係最根本、最重要嘅事。由於過於害怕孤獨，就會迎合別人，或對別人妥協，從而令自己痛苦不已。6.5 事情不會馬上有結果，焦慮嘅時候，心裏不要七上八下，也不要思考過去同未來，而係珍惜當下。喺工作嘅時候，成日都聽到諸如要努力、要成功之類嘅說話，等自己覺得唔俾別人做得好係唔可以㗎。喺心理門診，我每日都會接到好多被壓力壓垮嘅人，咁樣嘅情況我都經歷過，所以能夠身同感受。生完細路冇耐，我以每周2日嘅狀態恢復工作，好在只佔用咗部分休息嘅時間。嗰陣時候，同齡嘅醫生要唔係喺期刊上面發表文章，一係就係留學。每每見到佢哋，我就感覺到好焦慮。就喺呢一個時候，我認識咗恒子老師。對於我嘅苦惱，老師嘅建議係唔好焦慮工作，先將細路帶好，咁肯定係對長遠有益。佢跟住就話啦，對於患者嚟講，能夠接待佢哋嘅醫生好多，但係對於細路嚟講，母親就只有一個。盡全力咁樣撫養細路，係你嘅頭等大事。我曾經諗，如果係我能夠多照顧一下細路幾好。好在我一直努力咁守護細路嘅幸福，細路都似乎能夠理解我。如果父母俾細路充分嘅愛，細路自然會學識獨立。所以父母應該盡可能咁以細路嘅幸福為中心，將自己嘅事業發展放喺次要嘅位置，全力為細路創造幸福。恒子老師親切誠懇咁話俾我知咁樣嘅道理。工作順心，家庭和睦，如今一切睇起嚟都圓滿嘅恒子老師，正喺人生嘅瞬間把握住重要嘅事情，並喺往後嘅人生中堅持落嚟，
收穫咗幸福。人生嘅結果唔會即刻顯現，但係喺每一個瞬間都有必須要珍惜嘅事情，因此千祈唔好掉以輕心。恒子老師嘅人生經歷就係話俾我哋知咁樣嘅道理。對患者嚟講，接待佢哋嘅醫生好多，但係對細路嚟講，母親只有一個。6.6 故事6：送走丈夫之後，即使上咗年紀，依然係被需要嘅工作之神。恒子老師制定嘅喺細路嘅結婚儀式上，夫妻並肩而立致辭，都仲係夫妻嘅目標終於順利實現。佢冇同丈夫離婚。嗰個時候，丈夫上咗年紀，酒量都減少啦，講嘢做事都變得溫和。如果再等佢一個人過，確實有啲可憐，而且辦離婚手續十分麻煩，諗諗都係算啦。就係咁，當兩個仔都長大成人，並且結婚之後，恒子老師依然從事精神科醫生嘅工作。年如花甲嘅恒子老師，雖然再都唔會為細路嘅學費或者家庭貸務去工作，但單位總係不斷提出請求，俾佢返工。當佢提出希望稍微減少工作量嘅時候，單位依然希望佢唔好減少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恒子老師離開咗工作22年嘅醫院，轉到奈良縣吉野郡田社町嘅一家精神科醫院，每周工作5天，即使係周6，佢都依然工作。有時候要坐渡輪去好遠嘅淡路島醫院，或者去大阪嘅診所提供專業支持。恒子老師總係馬不停蹄咁一周工作6天。從嗰個時候開始，老師嘅心境由為咗生活而工作，變成喺工作中享受快樂嘅時光。我係從持續工作嘅狀態走過嚟㗎，講唔上鍾意或者唔鍾意，但係喺屋企都冇嘢做。做嘢嘅話，仲能夠同患者同時邊工作邊傾偈。自從16歲獨自從美道嚟到大阪，佢弱小嘅身軀背負嘅重擔原本可以卸下啦，但係恒子老師冇選擇輕鬆咁生活，而係持續工作。後嚟兩個仔各自有咗非常可愛嘅細路。丈夫由於長期過量飲酒，視力衰退，手指細微動作變得困難，因此喺65歲嘅時候就辭去咗耳鼻科醫生嘅工作，過上咗清閒嘅退休生活，並突然變成咗一位疼愛孫子嘅好爺爺。一到周末，5個孫仔全部湧入老師屋企，哈哈哈！你哋嚟啦！今日我準備咗點心，仲有啲玩具。哇，爺爺，多謝你啊！恒子老師嘅丈夫變成咗一個愛錫細路，乜嘢都願意給予細路嘅和藹爺爺。你咁樣縱啲細路，而新抱會唔鍾意㗎。恒子老師雖然責怪丈夫，但悠閒嘅丈夫依然享受同班孫嘅快樂時光。恒子老師一如既往咁堅持做嘢，並同隔壁嘅長子一家保持住適當嘅距離。咁樣幸福安穩嘅日子持續咗5年。有一日，正喺度同班孫玩嘅丈夫啊嘅一聲突然間倒地，丈夫立即被送到去醫院急救，醫生診斷為腦梗塞。嗰次雖然冇留低後遺症，但出院之後因為動脈硬化越嚟越嚴重，而多次引發腦梗塞。丈夫逐漸行動不便。丈夫75歲嘅時候，腦梗塞異常嚴重，
後果雖然幸福咁保住咗條命，但就留低咗半身不遂嘅症狀。通過借步行器進行復康練習，佢雖然能夠勉強企起身，但係仍然冇辦法自理。畢竟需要人照顧，而家係我應該辭職嘅時候啦。見到丈夫孱弱嘅樣，恒子老師決定自己照顧丈夫。丈夫俾恒子老師食咗唔少苦，但係喺大半自己嘅人生入邊，形成咗關係嘅紐帶，其堅韌嘅程度超出咗想象。佢將屋企嘅一切都改造成無障礙式，仲準備咗護理床，並且喺走廊上面安裝咗扶手。恒子老師認真咁準備護理嘅工作，見到恒子老師係咁，佢嘅丈夫都非常開心。2004年10月，老師最後一日返工，全院為佢舉辦咗慰勞同歡送會。嗰日丈夫仲開玩笑咁同佢講，希望你能夠飲到第二日朝早，好好享受。喺舉行送別會嘅第二日，一直以嚟都努力進行復康訓練，即將出院嘅丈夫，卻突然喺行路訓練中跌倒落嚟，從此天人永隔。恒子老師也好，大仔夫婦也好，佢哋都認為喺最後嘅日子，丈夫算得上係圓滿咁離開。佢哋冇俾恒子老師喺照顧自己方面太過操勞，而係灑脫咁走向另一個世界。或者就係丈夫對恒子老師最大嘅感謝同愛護啦。丈夫葬禮結束後，仲未到1個月，恒子老師再次接到工作邀請，留喺屋企乜嘢都唔做都唔得。於是恒子老師再次返去大阪嘅醫院，每週2日接待患者。半年後，佢接受咗奈良醫大教授嘅邀請，對方話一定要由大阪同全市醫院去佢嗰度。感覺嗰度同我家鄉嘅鄉村非常相似，所以就應承咗落嚟。結果唔到1年嘅時間，佢再次返去每一週6天嘅工作模式。嗰陣時候已經76歲嘅恒子老師，仍舊被工作之神眷顧。佢嘅人生似乎永遠同工作不可分割。6.7 不求功成名就，只要能夠照亮某個角落就夠啦。2017年夏天，我88歲。奧田大夫想將我嘅經歷寫成一本書。通過同奧田大夫嘅交流，我諗起咗好多過往歲月嘅點點滴滴。就係咁，到咗2018年元旦，我又大咗1歲。明年就要步入90歲呢一個了不起嘅年紀，真係讓人吃驚。上年從事精神科醫生嘅工作，我深知人總係想揾到能夠分擔其痛苦同悲傷嘅人。從根本上嚟講，人嘅一生其實係一個人獨自生活，冇人100% 為你提供幫助，亦都唔會有人成日都關注你。對此，我自己下定決心嘅事，首先要充分重視，務必努力令到佢順利實現。無論如何，你都要主動思考自己嘅人生，為自己嘅人生負責。但係好多人會覺得咁樣太寂寞啦。無論係邊個，都係從孤獨、不安、痛苦行完呢一生。對於自己當時嘅悲傷同痛苦，如果能夠有人分擔，哪怕一點點，自己都會感覺輕鬆唔少，精神滿滿。因此，大家都會想揾到咁樣嘅人，傾訴內心嘅苦悶。我最初一個人去大阪嘅時候，得到過好多人嘅幫助。
我諗正係當時有咁多人同我一齊分擔疲憊同埋痛苦，先能夠行到今日。同周圍嘅人交往要保持適當嘅距離，咁係維持和諧關係嘅關鍵。我哋都係有感情嘅人，喺不知不覺中平衡就會打破，或者係對別人期待太多，或者係對自己太過嚴苛。總之，同他人交往，總係會有感覺唔舒服嘅時候。喺我嘅環境入邊，基本都係難以掌控好生活嘅平衡。與人交往並唔容易，冇人能夠做到絕對嘅公允、完美。我有一句座右銘，能夠照料某一個角落就足夠啦。亦即係話，無需要功成名就。只要喺自己所在嘅環境中釋放自己嘅力量就可以啦。無論喺職場上面定喺家庭，能夠為周圍嘅人提供溫暖嘅光就夠啦。當然，我並唔係要令大家追求咁樣嘅生活方式，只係我有生而嚟嘅感悟啫。或者最關鍵嘅係自己能夠認真、真誠咁面對自己係咁樣嘅人嘅課題。有人喺好細嘅時候就明確咁知道自己想點樣，當然都有大器晚成嘅人，因此仲有喺人哋睇嚟平平凡凡嘅人生。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人生軌跡，冇必要同他人比較。我冇做醫生嘅志向，一生都冇乜嘢大嘅目標。我只係個職業醫生，70幾年嚟一直普普通通咁。不過最近腰腳不如以前靈活，諗起嚟只有逐漸減少工作量。長子夫妻都話，一下子就咁辭職嘅唔做，可能對身體唔好，慢慢減少仲好。所以我一邊揾自己生活嘅平衡點，一邊逐漸減少工作量。呢一個就係我嘅生活方式，無論好壞，大致上嚟講都算過得去。兩個仔都揾到好好嘅兒媳婦，各自建立咗自己嘅家庭，個孫個個都健健康康活潑。後嚟我嘅丈夫都去咗彼岸世界。人做事往往憑藉自己嘅感覺，到底應該咁樣生活定係咁樣生活，成日會做出片面嘅決定。有啲人認為賺好多錢就好犀利，有啲人覺得實現夢想先係偉大嘅。如果覺得咁樣嘅諗法唔正確，就會產生否定自己嘅感覺。人生嘅滿足並非由別人決定，都絕對唔應該追求同別人相同嘅生活。因此，請務必咁意識到，咁係你自己嘅人生。只有咁樣，人先會活出自己。如果你覺得自己嘅人生一直被他人影響而疲憊不已，咁就諗下呢一句說話。中村恒子，2018年5月。後記：蓮花微動。非常感謝你能夠閱讀呢一本書。自從2000年同恒子老師初次見面，我奧田宏美就一直想將老師嘅故事寫成書。同久違嘅老師見面嘅時候，先知道佢一直考慮米秀88歲嘅時候要逐漸減少工作。為咗壽終正寢，我而家正慢慢準備，好長時間放任唔理嘅家都應該收拾啦。如果可以，我想靜靜咁等待嗰日嘅嚟臨。恒子老師就係以咁樣坦然嘅心態面對老去同死亡。非常感謝以吉本老師為首嘅斯巴魯社嘅各位工作人員傾力相助，
先得到呢一本書順利出版。喺寫本書嘅過程入邊，恒子老師將佢自己嘅人生經歷整理咗喺 A4 紙上面，作為重要嘅資料。呢啲資料都係老師喺學習電腦嘅時候所寫。佢嘅文章簡練樸實，毫無矯揉造作。其中有一句話我特別喜歡。而家每每諗起小學低年班嘅時候，我躺喺蓮花田裏，蓮花盛開，心情係幾咁愉快。喺戰爭籠罩嘅和平時代，恒子老師喺美讀市嘅印度島度過咗小學生涯。喺可以眺望美麗嘅瀨戶內海嘅島旗上，恒子老師似乎同佢曾經撒歡遊玩嘅蓮花田裏嘅蓮花融為一體。嗰個紫色嘅蓮花喺微風嘅吹拂下輕輕搖曳，佢嘅根深深咁扎根大地，同嬌小嘅身影形成鮮明對比。佢嘅莖向唔同嘅方向頑強咁伸展，不畏嚴寒，自力更生，化解苦難，溫暖心田，係蓮花嘅花語。恒子老師90歲嘅人生，正如田野裏面盛開嘅蓮花一樣，隨風搖曳。佢滿身都係輕盈、柔和同堅強。奧田宏美，2018年5月。